因即摆就侪出来反共的人讲，我要甲台派会当合作，会当共同来反共。事实上，这是因第二次大战了还未完成的工课，伊要爱咱替因完成，叫咱台湾人牺牲拼性命，无采咱的生命时间去替因做因还未完成的代志。我感觉这是即个理路是安尼，我毋是讲咱台湾人拢歹，拢袂使。你要做你去会使，毋过你爱知影，你做即件代志，你是伫替蒋介石迄个集团遐个人拍输共产党的中国人，你是伫替因反共，替因咧反共大陆。我请问台湾人，就是咱家己的建国，咱家己的历史，咱家己还阁有进前互中华民国、互中国国民党绑写、迫害，咱的武器拢已经要死严严啊！咱遮个物件，咱敢无需要甲时间、生命放伫遮个所在来发展、复振、开发，咱互中华民国失明了后，害到要死的遮个文化，咱的历史要继续发展落去，太替因中国人所谓的难民，替因反共，替因去反共中国，替因甲中国摕倒转来。我请问你，替因甲中国摕倒转来了后，因敢袂翻头过来叫你讲？安尼既然安尼，你就做中国人就好啊，你就加入咱中华民国做中国人啊。你的文化就是中华文化，3000担、5000担、10000担，因敢袂安尼甲你要求？反正你就甲咱合作啊，无你就加入咱啊。因会安尼讲啊，敢袂？时到你敢袂使讲袂？因若是甲中国摕倒转来，你替因拍赢啊，因14亿人，好加好加500万好啊。14亿人叫你2000万人讲反正恁的人就遐少啊，无你就顺续就做中国人就好啊，做中国人的台湾族。迄个原住民全部拢是中国的高山族。我毋知影讲是安怎，咱需要去配合因做遮个代志。